台南一年一度优良不动产从业人员表扬，除了12位得奖者以外，典礼上也有地政师、不动产估价师等管学会以及职业工会理干事等代表共同参与，场面相当热烈。会中市长黄伟哲以颁奖肯定因健全不动产交易市场的风气以外，嘛希望持续为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把关。有专业的人士来对于不动产的买卖来做一个服务，才能够让买受的这个买卖双方由于这个专业知识或对于法律的一个落差，所以说会产生不一样的认知。那把这个认知缩到最小，把资讯完全透明公开，把交易市场的交易秩序能够做得最好，这个都是各位的功劳。因此，我们特别借着今天地政局所举办的这个平台，来对于最优秀的不动产从业人员来给予最高规格的肯定。今日得奖的拢是经过地政局认证上优秀的从业人员，今年更扩大加入优良租赁主体服务业的评选。地政局表示，只要交易公平透明，买卖双方才有法度得到理想的绩效，嘛减少无必要的法律纠纷甚至诉讼。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